平時採訪都係去到啲港甲嘅比賽或者係訓練場地，但係今日我哋移師嚟到麥花臣球場，睇下一班60、70、80以至90年代嘅球星嘅風采，同埋同佢哋傾下近況嘅。事緣因為1年1度嘅新春發財杯邀請賽，呢一日就喺呢度舉行。賽事總共分6個組別進行，由下晝1點半踢到夜晚嘅8點半，場面熱鬧，星光熠熠，吸引咗好多球迷嚟到一睹昔日球星嘅風采。趁住呢個機會，我哋亦都有幸揾嚟一班經典球星同我哋傾下偈。當中包括當年效力愉園、77年揚威新加坡嘅成員，香港1代中鋒鐘楚維先生。你哋都間唔中會踢下呢啲比賽嘅，幾耐都踢一次㗎？大約係10日到啦，就踢一次噶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咧都係聚下舊同埋出身汗，練下啲肌肉啊，行路都有力啲喎。咁啊，今屆有冇印象啊？邊隊波打得好啲啊？咁樣咧？今年傑志啊、南華咧比較好啲啦。咁啊，球員咧喺我感覺裏邊就陳少琪比較好啲啦。個射門觸覺都幾強啊！除此之外，仲有2位同樣喺星島出身嘅江門朱柏和同埋何容興。綽號朱飛嘅朱柏和係70年代香港隊最出色嘅門將之一，球員時代亦都曾經踢過愉園同埋流浪。即係見到啲朋友落場咧，自己會唔會都有少少寄養咁樣，都想踢下㗎？都有少少㗎，但係即係奈何我啊身啊重啦，就好難即係落球場㗎啦，因為俾人射一球，我千年道行一朝喪㗎啦，所以都係唔夠膽。邊間球會或者邊個時期你係即係最懷念嘅？我諗我都係喺星島嘅時間係最開心、最懷念，因為我當年都係21、22歲嗰陣時係最 fit 嘅時間。年代都好遠日子，但係呢個造型都冇乜點變啊，都係留長頭髮，係咪？即係咁多年都係中意長頭髮嘅造型。即係呢啲係我嘅性格問題啦，即係。我做人嘅態度就係你做你，我做我啦。總之一樣嘢個基本原則就係冇傷害別人啊，冇即係做啲嘢就係最緊要就做我自己嘅嘢啦，即係冇做壞事啊，咩都應該 OK 嘅。比起朱飛稍遲出道嘅何容興，曾經效力過精工、江華、南華等等球隊。當年更加因為擅長救12碼而有救12碼王嘅美譽，絕對係殿堂級嘅球星啊！出嚟就都係多數喺出嚟踢多，好少話守翻龍門喎。係啊，我退休之後就好少打龍門。而家嘅本地龍門你有啲咩評價咧？暫時都係葉鴻輝，因為打得多，個信心強啲。咁咪晨曦嗰個就身形好。講翻比賽，先有65歲組嘅決賽，由星島元老對永利。星島元老大部分都係60、70年代嘅名宿，包括有當年嘅鐵衛霍柏寧、李炳德、麥天富同埋現時標準流浪助教炳哥陳鴻平。除咗球員個個都粒粒皆星之外，年屆71歲嘅教練張子岱亦都係60、70年代叱咤香港球壇嘅前鋒。60年代初期更加遠赴英國，加盟當時頂級聯賽隊伍黑池，成為一時佳話。咁啊，知道啊，香港今日亦都係作為咧星島元老嘅教練喎。其實你會點樣部署呢場比賽啊？有咩教練咧？呢啲七人賽就係大家唔好即係盡量唔好俾失波咯，大家去幫手啦。即係你話點樣教，個個都自己做得教練嘅。有冇睇開啲本地波？對今屆或者而家香港個情況，你覺得點樣啊？即係反而喺電視喺634台睇到啊，已經係基本上仲好過喺現場睇啦，即係可以睇晒成場波形勢。你而家都好少會親身落場，或都係喺場邊即係傾下偈啊，做下指揮咁嘅啫，係嘛？係啊，因為年紀大啦，落去踢危險啦，尤其是呢啲地啦，草地都唔緊要啦，即係通常都係出嚟喺場邊猜下波好過啦，即係比較上出嚟睇下啲舊隊友踢下波好過啦。雖然兩隊球員都已過花甲之年，但係仍然寶刀未老，功架十足。結果永利以3-0取勝奪得冠軍。緊接上演嘅係60歲組，有建聯對巴斯基。建聯擁有香港告魯夫之稱嘅盧福興，第1屆香港足球先生得主梁能仁，
同埋7、80年代香港隊主力後衞，踢過南華同埋愉園等勁旅嘅陳世九。幾耐會同啲老友聚頭啊？而家差唔多1個月有4、5次到咯，大家即係聚下踢下波咁啊，食下飯。咁啊，都知你早年咧，好似都有去英國嗰邊喎。而家其實個生活係點樣？會唔會真係兩地兩邊走咧？就我都移民咗英國都有成13、14年，即係一退休咗之後就過去咁咯。咁啊，有冇邊場戰役係最難忘咧？都有咩啊？75年啦，就對北韓嗰次咧就差唔多由8點打到11點幾，即係我諗算長紀錄㗎啦，都算。即係由差唔多要踢到射10碼，踢到11點幾咯，即係比較即係誇張啲啊。至於另一支決賽隊伍巴斯基就以愉園元老為主，陣容包括門將羅造石、後衞潘長旺、曾庭輝同埋85年香港足球先生劉榮業。